大家好，我係九龍豪宅 Catherine 高，今日為大家介紹就係阿里德華台嘅單位。依家我哋一齊嚟望下阿里德華台呢，隔離就有呢一個樓梯，呢一條樓梯呢，就係直接落到去公主道，有幾條巴士路線可以過海。今次為大家介紹呢一個單位呢，就係低層 A 室，實用面積949尺。入屋之後，經過少少走廊位之後呢，就到咗呢一個客飯廳。客飯廳面積呢十分闊落，落地玻璃窗嘅設計令到單位嘅採光度更高。依家從客廳嘅窗嗰度可以望到呢，除咗係望返屋苑內園泳池，仲可以遠望窩打老道山一帶嘅遠樓景。單位呢就係3房嘅間隔，首先就係望下主人房。主人房就有呢一個弧形窗，望返忠孝街一帶嘅遠樓景。主人房面積呢都相當闊落，做咗好多嘅入牆衣櫃。主人房浴室係裝修過嘅，浴室有窗，採用浴缸嘅設計。另外2間客房嘅面積呢，大家都係差唔多，同樣呢都係做咗啲入牆櫃。客廁同樣是正實用，沖涼嘅地方依家改咗做企缸。冷氣機房嘅面積呢都相當實用，部分嘅地方呢可以做儲物間。依家我哋望下個廚房。廚房呢相當實用，3邊呢都做咗櫥櫃。雪櫃就係擺咗喺廚房門後邊呢一個位置。廚房裏邊仲有一個工人房，而洗手間呢依家拆咗就係做儲物室。今日就介紹到呢一度啦，多謝晒大家睇我嘅影片，中意嘅話就記得讚好、分享同訂閱我頻道。下條片見，拜拜。